对了，或许你可曾看到德妃娘娘身上有锦鲤的物件？干什么？锦鲤物件？你帮李清聊害死我母妃，现在居然还来问我要我母妃的遗物。龙傲一，我把你当作是除我母妃以外最亲的人，你居然对我下这么狠的手！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！你误会了。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这就是你和李清聊的孩子？师傅是宫里人杀的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进宫。傲一，你答应我，离开李清聊，离开长安，我帮你去找仇人，我帮你报仇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执意要和李清流在一起，我就把你假孕的事情告诉父皇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我龙珠帮兄弟。傲一。